台北大巨蛋头一场正式的比赛，就是12月初3的棒球亚锦赛，咱台湾要对阵南韩。结果昨上万张门票望耳啊就互抢了，警方已经有查到23个黄牛，一张600块的门票是互因花到4600。比赛现场民众情绪真悬，台北大巨蛋28七比赛，当时13000张门票开放索取，那一了互摕完，要黄牛放伫网络转卖。25开放亚锦赛卖票，台湾对上韩国的开幕战也是随度卖完啊，更加有人转卖趁钱。目前共计查获23人到案，以新台币1000元至4600元不等的价格，在网络上高价兜售，谋取不当的利益。讯后也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移请各地方法院裁定。台北市警方今仔是24到25就查到23名黄牛，开价每一张票是1000块到4600块不等，依照社会法来移送，应处3天以下拘留，也是18000块罚款。酒过网络上也是为少民众买票，也人要卖票，也凸显台北大巨蛋甲亚锦赛结合真悬的人气，票根本都无够。应该是中华队在大巨蛋，我们的新的场馆才产生这样的问题。购票系统方面网站上我们要他注册绑定手机啦，最多只能买了4张。我们会由棒协这个地方再发布预计要加开的这个张数。体育局指出，买票时阵会使用手机认证，并且限定应买几张而已，也甲万用来协商，有加27公布第二波买票的张数。希望能满足更加多球迷的需求，同时消灭这个黄牛票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